各位好，我係堂主 Raymond。我希望無論大家咩出身都好，都可以享有金石文化嘅興趣同埋權利。今日我喺香港大埔慈山寺同大家分享一件美物，就係我手頭上呢一方壽山石巧式桃花荔枝洞靈芝柳日形章。紅色嘅荔枝洞甚少，亦難得純色，多同其他顏色相伴而生。紅色嘅荔枝濃妝豔抹，色上與其他輕靈淺淡嘅白同黃大異其趣，多顯得沉穩輝厚、華貴異常。呢件印章係一方好特別嘅壽山荔枝洞石，色澤好明亮，巧色分明。紅色嘅部分好誘人、好活，實在少見。呢個老荔枝局部大紅巧，視覺非常之奇妙。白色嘅部分過渡自然，底子潔白明亮，石質冰糖地。質地晶瑩透徹，純度好高，係頂好嘅料。石頭嘅肌理係大絲嘅，印底嘅蘿蔔絲好漂亮。張體嘅側面有一道黃霞，係萬里挑一嘅品質。白人稱佢為桃花荔枝，亦都唔為過。作品係老東西，火氣盡退。作品嘅手感光滑柔順，色味佳，尺寸非常適合把玩。隨手把玩身心爽透，係可遇不可求嘅好嘢。荔枝洞係各石代表嘅石種，有石中非子嘅美譽，已經絕礦。石不能言，精精動動最可人。作品靈芝柳類嘅主題，雕工精湛，佈局巧妙。荔枝嘅印章章形規整，印頂紅巧嘅晶體部分化作靈芝，有如桃花朵朵，精美大氣。作品靈氣充足，